国家图书馆南部分馆原本定旧年底来营运，不过因为合法性争议，延后公告招标，预计2024年才完工。除了副议员蔡耀辉批评市长的承诺再次跳票，甚至质疑该建设敢是一场骗局。需要议员嘛将焦点转向不满新营第2市场的拆迁，卡伫历史建物新查一直拖，希望市府积极处理，同时迈向中央争取伫当地规划好商场大楼，让当地风华再现。主任的补助加姓氏母氏公户租金，做拢总私人的付千外万。恁一直拖，万那讲地质局讲这个咱的财产土地咱的，无可能会补偿，无可能救治，甚至讲有的议员讲，我也改革优先钱会当有。这你拢知啦，我毋免讲，我毋免讲。啊无，到底咱私人的服务是咧付安怎啦？局长，你要应付这个民众议员的要求，浪费公帑。我想几个部分先跟您澄清。第一个，我想经发局所有的同仁对于议员的服务是不分党派的，我一定要再次强调一下，因为有很多事情嘛，有很多事情请我这边协助，我每一届都有做到，没有关系。不管是哪位议员，我们都是如此。这第一个我要说明。第二个部分我再说明一下，有关于拆除的部分。拆除的部分，我们在从5月底6月初开始，已经3次招标，因为流标的关系。前面您也提到，它是历史建物，我必须要。市长答应我甲你讲，你去答应我讲好，你不要搁甲我演哦。市长我甲讲，市长前是讲规档遐咧，甲我答应100年，12月30日，市长甲讲要一定要办，好，无办你搁来找我，我毋是毋知咧，我会去探听咧，恁若要争取什么中央来改建，争取我嘛无甲恁反对呢。是安怎你甲我讲？当您提到拆除的部分，因为它是历史建物部分要拆除，必须要先经过文化局。这个部分，我们的处长、科长也跟您报告过。第二个部分有办没通过。对，那第二个部分我会跟您报告，为什么拆除的工程慢了10几天？因为3次流标的关系，每一次流标我们都有检讨。那我们现在希望在6月底之前可以完成拆除工作。议员蔡辉甲蔡秀辉、李宗成3个人联合质询，拢穿着可怜的台湾人 T 恤。会中蔡辉就讲，溪北人真期待有大型公家快筛站，因为老人未细心看医生，敲电话去卫生局拢敲未通，烦恼延误就医的问题，所以建议区公所会当派员协助较近的长辈如何细心，和政策落实。台南新闻，阮吉林跟采访报道。